哇，hello 大家好啊！咁啊，琴日有條片咧都幾多人瘋傳下啦，叫做諗下就係事發地點應該係觀塘嘅 APM 啦，咁啊係一個小朋友嘅遊樂場之類咁啊設備啦，你當係 OK，一商場入邊有啲小朋友玩嘅一啲床咁上下啦。咁啊！突然間就你見到有個女人，有個阿婆啦，類似阿嬸啦，一巴好大力煎落個細路女度。咁啊，然後其後就兩邊就即係應該係疑似即係白色衫裙嗰個係佢阿媽，即刻就隔翻開。咁啊，兩邊就爭執起嚟，最後咧就有個四眼哥哥咧就行出嚟阻止咗呢一個女人想繼續打嘅咁樣。咁啊，呢單嘢到底係點嘅咧？係啦，咁同大家講下先。好啦，嗱咁啊，事發咧就係8月26號啊，咁啊下晝嘅4點44分啊，喺觀塘嘅 APM 商場嘅夏日運動主題展區入邊呢，咁啊當時現場有唔少嘅家長啊帶住小朋友玩佢嘅遊樂設施啦。OK， 嗱，網上流傳嘅片段開頭咧可以見到一個藍色裙嘅女人同另一名白色裙嘅女人喺個商場度爭執。但係期間咧，突然間有一名着住紅色上衣嘅68歲女子走近一名女童，咁啊先咧將呢個女童好大力咁推開啦，然後再用手掌一巴煎落嗰個細路女嘅面嗰度，咁啊呢一個細路女咧就失去平衡跌倒，咁啊隨後啊附近人士即刻將呢一個細路女咧帶離咗，即係嗱一聲帶走去啦，即係離開呢衝突位置。咁啊，然後咧應該係佢阿媽咧就同另外嗰兩個女人啊就繼續喺度互相推撞，咁啊場面就一度相當混亂。咁啊其後咧呢一個紅衫女人執咗地上一把長遮，咁啊另一名女人咧就即係想同佢一齊走。嗱，呢個時候一名四眼哥哥咧就上前阻止啊，表示咧自己見到有人打小朋友，咁啊要求現場人士咧又報警啊。咁啊，係啦，咁啊呢一個綜合即係網上嘅新聞報導啦，就係其中一方咧就係34歲吳姓嘅女子，咁啊帶埋自己嘅仔同埋68歲嘅母親咧去呢一個 APM 嗰度玩，即係呢個應該就係打人嗰一邊啦。嗱，另一邊咧都係34歲嘅徐姓女子，就帶住咧5歲嘅女女嘅到場。咁啊，根據新聞報導咧，就嗱，可能你以為咧打人嗰個咧就係應該係中國人啦，係咪先？咁啊就唔係嘅。咁啊原來咧俾人打嗰對母女咧，反而先至係內地人。咁佢就持雙程證嚟講啦。咁啊，至於打人嗰邊咧，咁就冇交代佢哋咩身份啦。咁我估應該都可能係香港人嚟噶啦。咁啊，總之警方初步相信呢，即係點解會爭執嘅原因，就相信係兩名小朋友。咁啊，因為呢係場內嘅設施問題發生爭執啦，可能就有啲推撞啊，即係或者係搶玩具之類嘅情況，或者我即係爭玩先係啦。咁啊，但係呢，根據而家嘅影片同埋網上嘅報道呢，就冇講。即係冇拍低嗰個情況係點樣發生嘅，即係正常啦，大佬你就係因為佢哋兩邊喺度鬧，你啲人先至懷疑先至拍啫嘛，你好地地唔會揸住個 cam 全程喺度拍住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只可以講呢，警方係相信啊，即係因為雙方使用場地嘅設施問題發生爭執。咁啊，即係網上有啲網民就估啦，可能係有啲即係其中一個小朋友就爭即係插隊啊，就另一邊唔肯排隊。咁但係呢啲都係估啊啫 ，OK。嗱，但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兩個小朋友就話細路仔啊，即係一個5歲係咪先？咁但係你身為大人嘅嘢，呢個時候應該去調解啊嘛，係咪先？即係反而佢哋自己打埋一份，咁啊有啲人啊更加離譜。即係一巴冚落個靚妹度啊！其實呢一個你即係我覺得點都呢個5歲，其實你點怪都唔怪到佢啫。講真，即係就算曳少少都好，你要打咪打佢阿媽咯，係咪先？打個細路女啊！呢個阿婆咧真係完全係垃圾嚟，我自己覺得。好啦，諗下即係呢一個68歲嘅阿婆咧，一嘢冚落個5歲嘅靚妹度咧，嗰個靚妹咁啊見到個女俾人打，梗係上前理論啦，係咪先？咁啊期間咧可能情緒激動咧，佢亦都打傷咗即係嗰個男童啊，另一邊嗰個阿媽。咁啊，由於涉及兩個部分啦，咁啊，大家要分清楚。第一部分就係呢個68歲阿婆咧，先又推又打呢一個5歲嘅女童。咁啊，第二個部分就係其實個女童嘅阿媽咧，就見到自己嘅女俾人打咧，先同呢一個另外男童嘅阿媽咧就發生肢體爭執嘅。
咁啊事後咧就好彩有個四眼哥哥咧阻止呢即係嗰對男童嘅母女離開啦。咁啊警方到場之後咧就將3名女子咧就全部拘捕嘅。咁因為大家知道喺公眾場所咧，就算你係俾人打嗰一方先咧，你一還手咧就變咗集體毆鬥，係啊，即係總之都係毆鬥噶啦。OK， 咁所以呢啲情況你話還唔還手好咧？其實就如果你問警方咧，佢一定建議你唔好還手啊！即係呢個世界咧係你可以話係好唔公平嘅，即係就算佢打你先都好啦。就算佢繼續打你咧，你都唔可以還手喎，好白痴啊！你一還手咧，即係佢又當你係即係互相毆鬥，勁低能啲法律。好啦，咁啊，跟住講翻啲單案啦。咁啊，被捕嘅就包括有68歲嘅打人嗰個阿婆啦。咁啊，跟住就係女童個阿媽同埋男童個阿媽。咁啊，總之警方咧就拘捕晒3人。咁啊，罪名就係涉嫌啊喺公眾場所地方打鬥啊。咁啊，另外因為68歲嗰個阿婆咧係好多人睇到，加上有影片做證據啦。咁啊，涉嫌一個普通襲擊罪。我覺得呢個阿婆嘅情況係非常惡劣嘅，即係直接打落個細路女度咧，係白痴嘅。好啦，咁啊，跟住就係佢哋幾人咧，當然都係報稱受傷啦。咁啊，最後啊4個人啊，但係唔包括個男童啊，個男童係幸運，即係最幸運嗰個啦。全部4人咧就表示要送院檢查傷勢，係啦。咁呢單嘢大致上個發生情況就係咁啦。嗱咁啊，今次我覺得就好彩有現場嘅途人咧，就阻止即係呢兩對母女離開啦。不過咁樣到底好定唔好咧？因為個女童嘅阿媽咧，亦都因為差人到場咧，俾人拉埋一份。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作為父母見到自己嘅女俾人打咧，大佬點都要攞翻個公道嘅。係啦，但係我就覺得咧，其實即係有啲人都有講個問題，就好多家長咧帶咗啲小朋友去呢啲咁嘅娛樂設施嗰度咧，即係往往咧佢哋就係即係由得個仔女自己玩，然後自己坐埋一邊又撳手機。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可能真係發生咗啲意外或者爭執嘅時候，佢哋先至知道有事發生，咁其實係太遲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帶啲小朋友特別得5歲咧，其實應該時刻咧都要睇住佢嘅。雖然我都明白作為家長咧係好大壓力啦，即係你嘅人生已經放晒喺自己嘅仔女度，但喺公眾場所你真係話唔埋有啲咩情況啫嘛。例如有個拐子佬拐咗佢咁點啊？或者好似今次咁樣突然間即係細路仔同細路女之間都可以起爭執嘅。咁啊，最後要搞到咁大單嘢，咁啊小朋友又無端端又俾人冚咗塊面一包，佢都有陰影啦。講真，係咪先？咁啊，總之呢單嘢咧，我只能夠講咧，即係好多，即係依家喺公開場合咧，好多意外，即係有可能又突然間有隻狗咁樣之類啦，好多呢啲新聞噶嘛。咁所以即係啲家長帶小朋友外出嘅時候咧，咁啊記得一定要睇實佢哋，慎防有啲咩意外。咁啊，就算有啲咩爭執咧，起碼第一時間可以衝到去身邊護住佢先咯。咁啊，今日條片就講住咁多先啦，唔知大家有咩感想可以留言。咁我哋下次見，拜拜。